咁多位朋友仔，大家好，又喺我長洲喎。話說咧，前排啊，我喺碌下 IG 嗰度咧，發現一部超細部嘅手機，可以一手揸晒。哇！如果用一部咁細嘅電話打機，到底係咩回事呢？得得，冇錯啦，今日主角就係呢部 Eco My One Pro AI 卡片型手機，非常之 mini。今日我要做嘅就係攞呢部手機嚟進行我哋嘅手機遊戲地獄壓力測試，由單手可以玩到嘅 Puzzle and Dragon， 一路去到測試極限、明日方舟、明朝等等。咁細部手機到底做唔做到呢？首先咧要戴翻個頭盔先啦。呢條片咧絕對唔係工商片嚟嘅，但係亦都要感謝 Product Pro 咧借出呢部手機俾我任試任玩。如果你睇完覺得有興趣嘅話，亦都係下邊資訊欄自己望下，了解更加多嘅詳情嘅。測試開始。首先呢部機咧係有好多特色功能啦，例如佢個 mon 咧由原本喺後邊咧佢可以咁樣即刻反翻轉，無論向前拍又或者突然間想自拍亦得。咁呢個咧就非常之適合女仔去影相啦。另外佢就算唔連上網路咧，亦都可以透過 low firing 同 AI 溝通嘅。不過呢啲全部都唔係今日嘅重點嚟嘅。今日我就用一個好純粹嘅打機玩家嚟測試下呢部機，同埋睇一睇佢啲 spec 先。首先一齊嚟睇睇呢部機個 mon 咧，佢咧就係 4.02 寸嘅 iPhone Pro Max 咧，其實而家已經嚟到 6.9 寸噶，佢咧接近細一個圈，同埋對比翻 Galaxy Flip 嘅話咧，佢基本上係得即係咁樣接埋噶嘛，佢基本上係得一半嘅啫。而且呢個 mon 咧係 9H 嘅藍寶石玻璃嚟嘅，所以你打機嘅時候咧，狂撳大機狂撳嘅人咧都唔驚花噶。喺佢厚度方面咧就 8.9mm 厚嘅，比一般嘅 iPhone 咧就厚少少，但我反而覺得咧喺咁細部手機上面咧厚翻少少，個揸起上嚟個手感咧亦都好啲。中意打機嘅朋友仔咧最怕一定係個 mon 咧暗沉沉係咪？咁佢就用咗 AMOLED嘅 mon 啦，喺光度上面咧係非常之出色嘅。就算你大天時出到去，話太陽非常之曬嘅情況之下，拎出街玩咧，玩 Pokemon Go 喺高亮度嘅加持下咧，無論畫面色彩咧對比度都係好出嘅。去到效能方面啦，佢粒 CPU 咧就係聯發科嘅 MT8781，配埋咧就係8 GB RAM 嘅。老實講咧，呢粒係屬於中階慳電嘅 U 啦。咁但係玩 casual game 咧絕對係冇問題嘅。而喺電量方面咧，為咗整到咁輕便係咪咁啊？所以佢嘅電量咧係得2200 mAh 嘅啫。以上嘅呢啲 spec 咧就係我覺得係對打機比較重要嘅。其他譬如例如鏡頭像素啊嗰啲等等咧，我就唔多講啦，因為今次重點都係喺打機上面。咁喺遊戲測試方面咧，我主要係集中喺3大嘅重點嘅。第一個重點咧就係個畫面比例啦，第二點就係遊戲畫面嘅暢順度，同埋第三點就係到底喺一部咁細手機上面嗰個操作難度會唔會好辛苦呢？即刻要入去遊戲測試啦！OK， 咁我哋先由啲 casual 少少嘅 game 開始啦。第一隻咧，我就揀咗喺排行榜非常高排名嘅一隻嘅 puzzle game Block Blast。咁呢隻近期係非常之 hit 啦，我亦都喺街上面咧見到好多人玩㗎。一撳到去打一件事，佢嘅畫面比例咧係啱嘅，佢有為呢個正方形去做一個嘅合適嘅比例啦。另外喺玩方面咧都係非常之暢順嘅。呢類型嘅 casual game 咧食嘅資源咧都唔算好多，所以玩落咧都非常之暢順嘅。咁但係喺操控方塊嘅時候咧，因為咧佢啲方塊喺下邊拉上去噶嘛，放上去嘅時候咧唔算話特別大問題，但係有時有啲一粒或者2粒嘅方塊咧就會比較難放落去啦。好啦，咁去到下一隻就係弓箭傳說2啦。好可惜一入到嚟已經發現啦，大家見唔見到啊？左右有2條黑邊咧，即係代表咧佢冇為一個正方形比例去做處理。成件事有2條黑邊嘅情況咧，你硬係會有啲唔舒服，同埋硬係覺得咧個畫面係偏細嘅。咁但係喺遊玩上面咧就非常之暢順啦，你見到畫面上面係好順暢啊，完全係冇跌 FPS 啊，同埋佢控制咧淨係需要控制上下左右嘅啫，咁所以係非常之適合咧單手玩，尤其是揸住一部咁細部機單手玩咧係非常之 good 嘅。第三隻遊戲亦都係經典遊戲 Candy Crush， 咁呢隻 game 咧話晒都係休閒遊戲嘅始祖嚟啊嘛，點都要測試下。又係啦，撳入嚟你會見到咧正方比例非常之完整，亦都冇一啲話 UI 出界啊等等嘅問題出現啦。咁但係咧你會見到Candy Crush 嗰個棋盤喺中間咧偏細嘅，每粒糖嗰個 size 一對比翻我隻手指公咧係少少吃力嘅，咁但係成個畫面都係順啦，同埋咧因為 Candy Crush 係冇時間限制噶嘛，咁所以咧基本上慢慢撳嘅話咧係唔會有錯嘅。第4隻遊戲都係同樣係非常之歷史悠久嘅 Puzzle and Dragon， 一撳落去見到畫面即刻覺得非常可惜啦，因為佢淨係設計咗一個16:9嘅畫面嘅啫，左右兩邊咧都係一個普通嘅 background 背景嚟嘅。喺遊戲嘅順暢度方面咧都係嗰句啦，因為10幾年嘅遊戲
嚟噶嘛，即係用嘅資源亦都唔會多啦，所以咧玩落咧係非常之順暢嘅。咁喺任何嘅技能動畫啊、抽彈畫面上面咧都係冇任何嘅問題啦，完全見唔到有延遲嘅畫面出現嘅。喺 P&D 嚟講，最緊要當然係轉珠啦。咁轉珠方面咧得唔得咧？作為小弟我都有幾年嘅轉珠經驗咧，轉落去咧單手轉珠都係冇乜問題嘅。但係唯一都係嗰句啦，同頭先 Candy Crush 有啲相似，就係一個畫面細咗咧，有時候我隻手指咧會遮住咗粒珠，或者遮住咗側邊其他珠咧，搞到我突然間，咦，哇喺側邊嗰啲係咩珠咧？要諗一諗，咁呢度就爭少少。畫面咁細關係咧，有時咧都會有一個轉錯位嘅出現嚇。去到下一隻，亦都係我非常之期待做測試嘅遊戲 Pokemon Go， 我都攞住佢咧出街做咗唔少嘅測試啊，亦都順便試埋佢個亮度夠唔夠啦。喺遊戲畫面見到咧，雖然係日照嘅效果啊，但係咧都係非常之色彩係個飽和度係好夠嘅。同埋另外咧喺比例方面咧，佢側邊咧亦都係有做翻個正常嘅正方形比例啦。咁啊講到捉精靈嗰 part 啦，哇！我自己覺得就非常之完美啦。只係喺我一開頭未習慣到嗰部機嘅 size 嘅時候咧咁抌精靈球咧先抌得咩啊？開始慢慢抌多幾球咧，適應咗嘅時候咧，單手抌個曲線球咧完全冇難度啊！去到下隻遊戲，作為皇室戰爭嘅始祖 YouTuber， 我又點可以唔試一試皇室戰爭咧？係咪？喺畫面比例方面咧，就絕對係冇問題嘅。其實咧，你見到思瑤咧喺側邊嘅位置咧，都係一啲嘅普通嘅花花草草嚟嘅啫。真正嘅戰場咧，都係圍繞住中間嗰16:9個位嘅。咁嚟到用咁細部手機玩啊，單手玩咧，絕對係冇問題嘅，亦都係非常之輕鬆咧，可以咧撳到晒所有牌啦，拉到去唔同嘅位置啦。因為個畫面細咗啊，所以咧嗰啲點咧亦都係非常之精細。到你要放一啲好精細嘅位置，例如係國王塔嘅上面偏左或者偏右咧，呢啲位咧係有少少機會咧係會放錯位置啊。呢個放錯位置咧，大家知道喺思瑤上面係非常之危險噶啦。甚至乎你見到呢個大電腦都 fail 埋啊，到底係部手機嘅問題定係本人嘅問題咧？而喺皇室戰爭嘅戰棋玩法方面咧，就問題更加不大啦。因為佢轉咗就回合制啊嘛，時間非常之充足啦，即係唔需要話好即時性嘅時候咧，你可以慢慢揀好買好你嘅卡放翻落去，完全冇任何問題。去到 CR 嘅姊妹遊戲 Brawl Stars， 咁呢隻 game 咧又係一定要做測試嘅，因為我知道咧好多人會喺街啦、喺地鐵或者巴士咧成日都見到有人玩嘅。角色上面嘅 UI 咧係正方形比例啦，甚至乎去到入地圖嗰刻咧，你都仲見到個地圖咧係成一個正方形比例嘅。開始打嘅時候咧，你就發現上下兩邊咧係斬咗兩條黑邊出嚟啦。咁喺遊戲順暢度方面咧，完全冇問題嘅，都係非常順暢嘅，都係完全冇窒嘅問題出現啦。咁去到咧就係操控方面啦，操縱上下左右同埋攻擊鍵方面咧都係可以接受嘅，都係冇乜問題嘅。唯一反而咧就係佢招指向技啦。喺指向技方面咧就係有啲危險啦，即係如果你太快一瞄完即放嘅話咧，甚至乎有機會係完全唔中嘅。所以 CL 同埋 BS 喺呢部機上面玩咧，整體都係非常之唔錯啦。但係唯一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爬分、你打 ranking 嘅話，到底應唔應該用呢部機玩咧？我就有少少保留嘅。去到下一隻 game SD 高達，雖然咧我自己就棄咗坑啦，但我知道香港咧仲有好多嘅高達迷同埋好多玩家仲玩緊嘅，所以我點都要試一試佢啦。即刻打開佢 ，OK 正常比例 good fit。咁首先入去 setting 畫面嗰度睇一睇啦，咁分別可以校 FPS 啦，同埋咧就可以校顯示品質啦。一開頭咧佢係 set 輕量嘅，我咁自己咧就轉咗做一般，同埋咧就轉咗最高嘅 FPS 去試下。喺校完高 FPS 嘅情況之下玩高達咧就會非常之爽皮啊！咁即刻出去關卡嗰度咧試一試佢啦。咁首先手動試一次，撳一撳個格仔先啦。咦，其實撳個格仔方面咧都 OK 喎，因為佢每一個嘅格仔每一部機咧嗰個位咧同我隻手指公咧係啱啱好嘅，而且佢撳完之後咧喺右下方嘅撳嘅譬如攻擊返回等等嘅掣咧都好大粒，都係非常之易撳啊。入去睇動畫方面咧，校咗60 FPS 之後咧就係變得順暢啦。我一開頭係30 FPS 啊，咁所以咧就冇咁順嘅。同埋試到後期咧，我就開始開個 auto 遊戲自己打啦。咁多位高達迷留意啊，呢部機咧，我覺得真係非常之適合咧攞嚟玩 SD 高達，尤其喺街度，譬如清體力咁樣過自動咧係非常之正。測試越後邊就越進入白熱化嘅階段啦，因為後邊開始咧都係一啲嘅3A 大作，例如呢隻原神。入到去設定嗰度咧，已經可以見到咧，就係佢嘅 setting 咧，已經幫你 set 到去極低畫質，同埋就係30 FPS 噶啦。我份人都唔貪心噶啦，我嘗試想升到40 FPS 咧，佢都話係負荷極大嘅，真心不建議
啊！咁喺最低畫質嘅情況之下咧，入到 game 咧，你又會發現咧，咁啊，哇側邊啲草啊嗰啲全部已經起晒格仔，唯一個角色咧叫做係可以接受啲噶啦。偏對位置咧，咁啊轉左右轉隊嘅情況咧，都要有啲撈嘅時間啦。咁啊打嚟講咧都可以打到嘅，咁啊放埋技能咧都仲可以接受。但係咧始終你見到啊，佢啲 UI 真係太細啦，無論係佢右下角嘅普攻啊、技能掣同埋大技掣啦，同埋哇上面嗰啲頂嗰啲掣咧，已經全部變到勁細粒啦。好多時候咧想撳咧都係撳唔到嘅。再試試打王方面咧都算係輕鬆嘅，因為主要原神咧雖然話係動作 game， 但係佢嘅放技咧只要跟啱次序咧就冇乜問題啊，唔需要話好多嘅操作。去到下隻繼續挑戰部手機嘅極限，明日方舟終末地。咁今次喺 MyOne 入邊玩咧都感覺到嘅就係佢雖然係錄取得耐啊，但係入到去嘅畫面咧都係都唔差嘅。雖然呢個 setting 咧係最低畫質啦，同埋30 FPS 嘅，咁但係普遍嘅畫質咧我都係接受到啊。喺我哋嘅戰艦帝江號入邊咧就唔算係好窒嘅。咁喺 UI 方面啦，同頭先原神都係一樣噶，非常之密集啊，同埋經常都會撳錯啊。咁啊去到打嗰方面啦，哇打嗰方面咧真係相當之濕滯啊！4隻角色嘅技能咧都屈晒埋去嗰個普通攻擊掣嗰個位置嗰度啊，所以嗰個嘅操作上面咧係非常非常之複雜啊。雖然咧可以話玩到終末地，但係我都真係唔係太推薦大家喺呢部機上面玩終末地啊。挑戰完上限啦，咁我哋過山車都落翻嚟少少先啦。下一隻就係離機啦，因為離機咧大部分時間咧都係一隻自動嘅放置型嘅遊戲嚟嘅，咁所以我都好期待可以喺呢部手機上面玩到佢啊。首先離機嘅嗰個遊戲畫面嘅比例方面咧，包括佢都有一個好嘅優化嘅。你喺戰鬥畫面方面咧，呢度就有少少嘅跌咗啲 FPS 啊，但係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嘅，因為始終都係自動啊嘛。喺部咁細部機上面可以見到啲離機放技，哇都幾滿足啊！講真，喺打一般嘅普通關卡方面咧，放置嘅時候咧一定係冇問題噶。但係如果你話要手動去打活動、打排行榜嘅話咧，咁就真係難少少啦。不埋星穹鐵道嗱，首先都係講句啦，畫面比例咧正方咧完全難唔到星鐵嘅。咁啊入到去遊戲裏邊咧，你見到而家畫質咧係開到低嘅。雖然喺環境方面咧就唔算話好靚仔啦，但比頭先原神嗰個大世界咧係好少少嘅。角色模組方面咧 zoom 近咧，仲係幾靚仔，冇話起格格咁嘅情況出現啊。戰鬥方面咧，回合制係一定係冇問題啦，因為唔需要有好多嘅操作啊嘛。咁喺星鐵方面咧，佢操作亦都好簡單啦，每個 UI 咧都有一個相應嘅距離，咁就唔會撳錯嘅。喺成個遊戲流暢度方面咧，都仲可以接受到啦。雖然咧放某啲大技咧係會有少少嘅延遲嘅，咁但係咁細畫面睇住佢自動打，清下體力咧，簡直係一流啊！作為3A 大作嚟講咧，我覺得 MyOne Pro 咧絕對可以玩到星鐵㗎。去到最後，大家準備好未啊？我哋要打大佬啦！世紀大作明朝，大嘅方面咧係指佢容量好大啊，又係啦喺下載同埋喺編譯着色器方面咧，哇真係又係撈咗勁耐啊！咁啊之後入到 game 即刻睇睇，入到去哇個畫面係糊到一個點啊！咁啊再睇翻 setting 嘅部分啦，已經見到係全部都係開到最低啦，都好似超出負荷咁嘅感覺啊！嘗試下挑戰難度啦，喺成個明朝嘅大世界度周圍行下啦，咁我覺得佢嘅畫面表現上面咧就比原神同埋比終末地咧就差少少啦。呢度你見到角色咧都係糊糊地嘅，甚至乎喺角色嘅界面咧轉唔同嘅角色咧都係撈勁長嘅時間，你見到每揀一隻咧都要撈翻接近係3秒鐘咧佢先會出嚟。試下喺黎那直塔嘅飛行嘅模式睇下會發生咩事啦。咁啊飛嚟講咧當然係都順暢嘅，但係咧你會見到下邊個地圖咧望落去咧，哇！嗰啲模組已經就係簡單到咧，好似得翻啲正方形嘅 boss 喺度咧，完全係睇唔到 detail 啊！去到最核心嘅戰鬥部分啦，個 UI 太細啦。其實喺明朝方面咧，佢係比其餘嗰幾隻 game 咧更加講求個即時性啊，即係好多招嘅放技啊、避招啊，或者係盾反咧，都係要個反應好快。咁所以呢個 moment 咧就會有少少手忙腳亂啦，仲要轉人喎！你諗下，如果你仲想玩埋嗰個合族打法咧，就係更加係冇可能嘅。咁啊都唔係太
推薦咧就係喺 MyOne 上面咧就係玩明朝嘅。好啦，測試完10幾隻 game，嗱總結一下啦，呢部嘅 Eco MyOne Pro AI 咧到底啱啲咩人玩呢？如果你當佢係一部極致輕便嘅副機嘅話咧，佢簡直係神器，輕到放喺褲袋咧完全冇存在感，得閒拎出嚟碌下 IG 睇下 YouTube 片，或者玩下弓箭傳說呢類型嘅單手可以控制到嘅 game 咧，咁就一流啦。又或者係玩星鐵啊、離機、高達呢啲放置掛機收下菜嘅話咧，個體驗咧都係意外地好嘅。另外特別係玩 Pokemon Go 啊，即係單手攞住佢周圍行，之後不停咁掟精靈球咧，嗰種感覺咧真係好似攞住個實體精靈球一樣，超有 feel。同埋我覺得佢外形真係幾型仔嘅。你會發現你喺街度打機嘅話，睇緊片嘅時候咧，會有好多目光突然間注視你。咦？點解佢嗰部機到底係咩嚟嘅？咁型咁樣嘅？即係如果你諗住買佢嚟做一部主力機，日日打明朝或者係打 ranking 衝分嘅話咧，聽我講啊，放過你自己啊！你對眼同埋你嘅手指都可能會投訴你嘅。字又細啦，又會好容易撳錯 UI，而且個電量得2200嘅時候咧，亦都唔容許你長時間高強度咁作戰嘅。嗱，總括嚟講啊，呢部機輕便大於一切，加上約摸 3K 嘅價錢已經買到咧，係相當抵玩。想喺地鐵上面單手清下體力嘅話咧，MyOne Pro 絕對啱晒。OK， 咁今日嘅地獄測試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希望呢條片咧都會幫助大家了解到呢部機喺打機嘅時候嘅表現到底如何啦。如果睇完呢條片之後，喂唔係真係幾有興趣，都想了解多啲其他嘅一啲功能嘅話啦，咁啊記得下邊資訊欄咧亦都可以了解更加多嘅。再次喺片尾咧，多謝今次借出手機嘅 Product Pro， 等我呢段時間咧都可以試晒林林種種嘅遊戲嘅。咁多位觀眾3C 評測影片係咪都好似唔錯呢？如果中意嘅話，記得多多讚好、留言支持。唔講咁多，我要去捉精靈啦。下條片再見，咁多位朋友仔，拜拜。